2017年夏至，天气特别闷热，但比气温更高热的是各大媒体，都传播了同一类消息：杀瓶子。苏州曲艺家一代传奇云录，评话大师金森伯私人遗追，作品永存。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家。大师不可能复制。夜里向看到个么子，夜里向对浪向。张东东，这个要他当家好。读出了不三个年龄啊，是有年不三。两条铁丝一光眉，一双眼睛花眼手，擦啦就。上海伊一个耳朵，眼光没是吧？各位家都有撇脱走。为子我台湾在进入是首先要大头子，要从100位棒球场但是60位班，总共呢录制金森伯先生的长篇评话语录呢有160位。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金森伯先生，人称四代千子。那里3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独人一角，自人一炮，被誉为四代的传奇。金老师走了，很可惜的。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家。他的老师杨连青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家，所以他的师承的这个传统的功底比较深厚。他在演出的过程中间，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风格。他向齐建恒学了七小武艺，而且说得非常好。他为七小武艺还创作了一段书。他的七小武艺的特色是在于文学性比较强，人家叫他是巧嘴，那就是说他的语言艺术达到了比较既通俗有雅的水平。而且呢，他还带了一批学生他还说过新书，像红岩，像江南红，这个是他对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都有他的贡献。1930年春，金森伯出生辣苏州余街，养成河边浪的山镇啦。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是辣古城苏州度过的。苏州的山高山上，山间类似，见证着伊个童年。15岁个年呀，伊跟爷来到上海美声，并辣一家县长寻找着一份还算过得去的工作。金森伯走上评弹艺术之路也是安全的。工作第2年，与所在县长单比，无奈之下，金森伯只好回到苏州。趁空的辰光呢，侪去听书散气。小辰光，你侪欢喜听读书。搿些辰光，评话家红得发紫的大响当，后来成为了同门师兄的郭洪伯设个唱片办公啊，让你听得如痴如醉。从埃些辰光过后呢，你侪萌生子学识评话的念头。后来经著名台视演员杨玉茶来先生教材。当时辰光年仅15岁的你，成为是评话名叫杨丽清的实习弟子。先生呢，得来起个艺名叫森伯，但是声势那哈小，先生让你自家查字典。你查字各位啊，上头讲空腹门口白发上小有金生玉真4个字。哎哟，觉得搿个金搭森配起来蛮嗨，才拿原来的金八阵改名为金森八阵。所学识的办公成为自己的出口书。先生了台浪向的一举一动，也影响自己的一辈子。先生这个位书呢，全部用力的方法，用力的样子来说的，功夫是深的。但你师兄公8岁的，那已经改革了，改得交关好啊，所以以公8先生称为是活宝公，活宝公，搿是实事求是的。不是你现在死特色了。我会把评论努力看出来，实事求是是好，
那么杨先生说的这个诗呢，杨丽清是碎了，用眉毛，两条眉毛出名的叫黑色眉毛，两条黑色，外加一对小眼睛，你非常弄得懂，这眼睛加小眉毛这样用嘛，500万年了，搿对眼睛不得了。我对眼睛就是跟先生学的。你都可以，你对眼睛好，叫你先生有了，你先生一对眼睛，差不多有耐心啊，厨房就才看见的了。那么你当然呢，因为是老，你个怕对老怕，搿把手指头伸下来，这个是老事实。搿里有的呢，你要搞脱的。那么我也不敢想了，我说你有谁来说着，等你开心辰光，夜里困觉着。我得你压家，然后我问你着，我说先生呢，搿女的啥子搞的？搿里肯定是喉咙发不出音，所以你个女的要搞脱的。那么现在呢，啥好搞脱了？因为是搞脱女的说人家看见难看了，对了。我说过一趟诗，超过了，发生了。我以崔良同志有点什么了？当时辰光我已经属于李领导了。1军500年大跃进之前，我辣苏州有一份到南京了，到西兴游乡。那么一个小组行一道下去，那么夜里晓得的精神不来了，精神不来了。搿天良心，我个人又是蛮好的。搿么请你要说几个？搿大热天啊，搿哪弄不来去了啊？那么我想上山也操了，搿就啥就斗山吧是便当的。那么我就斗山插到水里向，这是就后山去。到搿搭一口不侪是擦骨了。我到大队书记讲，我说那侪是擦骨了呢。伊讲侬咋这个斗山来咋了？大家擦骨了嘛？跟我说难为的，没啥难为的，根本从擦骨了。我踏到台上一口，当时我说一个日子我到封建去讲不上，我说你到底要动气啊！我亲眼目睹，男女全部擦骨了。我因为是哈得分过色同的呢，因为当时辰光汇丰改革开放就10名6月6位。大小姐搭不是大小姐呢，一个分别扎个大队，杀大队的大小姐，娘娘们的搿扎大队来的，没关系。所以我超市过路还是回事，我也上过来的。别个什么事了，等样是不等样，我想不等样，你啥会得等样？随便哪会等样？包公神水放粮，现在为首东京捉拿罗毛凤捉了小子叫费荣华。包公觉得这个小奴不得了，爷娘的教育特别好，我不理人子不肯拿，啥道理？娘规则了。我喊你的金箍拿，搿么你说啥个？我拿走去问问你娘，娘讲要个，我再拿得来还呢。要个来还我们这个小人已经算老实个是。包公觉得搿种小人是难能可贵，所以小人的教育问题啊，老法师有2句闲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道。你从小不教育么大起来那边讲，这个是难个事体了。我现在哪是搿帮丫大人？搿小人，我想搿个小人那现在还要60岁快了。小辰光我去嘛，一进对这个呀，老实人，还老实人哇！哪道理嘛？你到家小孩。那么喊人喊对俺老实人，小人就不懂，但是个呀老实人，也会是呀，搿
搿么你想老师人对个老师人海老师人，一直海到16岁还海老师人。那么这是搿种教育呢？搿种教育谁拿不来是个？黑面孔现在一路浪向了浪去。望征东军进发起那个马背浪向，大人队长姑妈身浪向红白，包公能造红白的。包公队长也是金香调身浪向五照黄白，分到辰光了。现在是开封府，开封府嘛还不造红白的了。搿件红白让松着。叫天师洞人，好我叫天师洞人，见过头一脚。到明朝就叫钦差洞人，海在大红包，海在让我水头，先于包公，美于海公。所以说老乡见红包，搿件红包啥意思？你见过头一脚呀？啥天要找包公不让皇帝讲，背要不件红包，5百件红包，我开封府做不成功。开封府啊，不好做啊！皇帝的东军随了汴梁啊，那这个开封府里向坐4个人，侪是皇亲国戚、皇子皇孙，侪是有势力的。万一打起官司来，那帮啥人？那就是不帮啥人，那判伊嫁错，那倒是王爷的儿子，那在身上呢，那哪能办？所以到皇帝讲，你要把件红包给我，红包是见过头一脚。那碰到自由国就是知府，碰到知府里就是侍郎，碰到侍郎里就是御史，碰到御史里就是襄窑，碰到襄窑里就是王窑。碰上王爷里就是皇帝，碰上皇帝当头对头，再不对头不来事了。所以说有红包。现在那路上过来嘛，只听见悠叫有声音：“包大人来慢慢加罪，你娘也是王哎！”哇，这个声音啊！一大乌浪过来往包公里头上劈，那个包公好听见冤枉啊！三个做生意人听见生意来噻，进去这里不出来噻，是关照质朴，当然我莫开始口口人民，这个人拿过来张路上后来让忙啥？这个人一个想呀，真的口气的，谁这个小子为荣我？那一来人呢？我的5两银子拿出来，你做娘讲再去拿5两，包公觉着奇怪，非是我本道该当包老大。去了包公的马门里，非荣我，后宫屈而不废。啥听呢？包大人，你妹妹讲，让我平气呀，张路上回的。这个么要追着我说，老百姓对大人讲，大人来平气，就说李官说你自个要平气，大人来等一些。包公觉得闲话没对哇，你是本得了上气或者下气嘛，是要平气哇。讲啊，搿么包大人我都要问上来，包公想问问呀，问上我啊。问什么？你还是叫包拯啊？宋热呀，
阿是古个名字可以啥的，小人十好几名的，那么整个要清洗光了。上路的好大，你好大胆，要当着。大东西，我有个两个人凶的嘞。把公代理都忙不杀掉，跟我自家把这里一份害错，跟家里害他俩上一份要紧。上人一嘛谁凶，他妈怎么谁？好，是吧？圣德是。那么你娘讲个，你娘有天大地大，从来不上头个愿望，要生有好，斗上以来着。你家老娘有愿望，有愿望妹妹将来，你娘讲我一得来俺上你都不。加上么水马里，加上拍死，加上滚钉板，加上唔把儿女都加上，啊，将来是了。你娘讲个分儿女都是有福讲的，这个生意就唔不做的了。在旁边看看唔不最老人最高，咁那过里做生意天瑞地了的儿女都老得。搿条水，我讲人看看了，搿条周水脑两根周手理一理，莫非让像个药的讲啊！大个儿女都告知了，反正我举上的，这听见你当兵。啥么子？做什么？那么呢？你兜里要干嘛？哎呦，说得我痛的嘞！包公一听，我要听那加上要碎他个皮了来的。金生把跟司机跟个各位啊，谁离开先生，都是一高头半马头。3年出台都开口，各位红日青色的小先生，白出台是随行至书上来班的白眼搭蓝台。据说呢，好像讲离远一次就是勾搭只马头浪，勾搭只马头浪呢，不晓得马头浪先生进了浪的，那浪怎么流头发上去的？那别人家肯定比你再出台，你刚刚出台，那么也回转来的咯。那么搿些辰光呢，市场里向有规矩的，就是讲先生有个规矩的，就是你来农家他过来吃一顿饭，住一夜，第2天呢你走。那么先生嘛就是个车钿也没得啦，对啦。那么他老板商量呢，啊，拨侬11天数或者11位数。那么先生意思啥呢？11位数下来是有天子在，有子天子呢是奴子天子买钞票走来的，老板不肯啊。但是像人家讲了实在难拿上去说讲，一个哪没搿个规矩个。那么结果先生弄得蛮尴尬。听说讲我身浪向水别脱下来，当他走了走来个。那么否则搿个一走得了，后头来四毛脱我讲过一讲，我帮很多先生上山啊做次2、3升得了，领子等台想出去，各位家头又撇脱走来。一种心酸的经历，让你既心痛又难为情。但是你并非因此而放弃，反而激起自己精进事业的决心。同样是食素，为啥有人寿命甚高，自家呢但是吃子闭门羹？看来，吃海食素还有饭啊，侪必须下苦功夫。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平话医生。大师不可能复制。夜里向看到个么子，夜里向台上向。张东东，这个要他怎讲？吃不是一个年龄啊。是有年不善，两条铁丝一光眉，一双眼睛花眼手擦了就。上海一个额头，眼光没希望。各位家头有撇脱走。为此我
台湾在进步，是从这个当头子要出从100位排球党但是60位班，总共呢录制金森八先生的长篇评话语呢160位数。金森八的改编首先从眼睛开始。那个辰光，伊碰着自己生命第一位贵人，侪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阶天。盖阶天对眼睛不得了，你打出来回对我，你说那个对眼睛一定要用，眼睛一用，那个人最有精神。吹出来两响，嚓一来，这个响一亮，那对眼睛最来是亮有天是一光美，一双眼睛花眼手擦了就红。所以你深情敬爱表示人，先生得最86岁，我总觉着你是86岁的年龄啊，只有28岁眼睛，搿两只眼睛疏拢市场里一收，可以讲整个市场里来来散散男男女女，只要进市场人，侪会得心静下来，看上去越是老朋友打招呼，越是新朋友来来着。哦，今朝你都辛苦着，你个眼神当中有不少闲话，千万语在辣辣眼神里向帮你解决的。你个喜怒哀乐，侪辣辣个眼神里向；你个智慧，侪辣辣这个眼神里向，全部侪体现出来。特别是台浪向几个角色，那不光朋友堂，包括包公，特别是在打蒋门神的辰光，搿扶松吃斋斋，搿眼神形体。是这个，我觉着你个眼神始终分在，搿扶松心辣海，各路角色，你搿个眼神用上去，用得非常强。听见我金阳刚打老虎难打，我是听见个17载子打早。安稳和1分醉1分的，2分醉2分的，却3分醉3分烈。诗人当然当我说我说侬那到了最高那个里头好杀人的了呀，对不？搿啥闲话我是可的海口。今朝本人请我吃，我不吃。太太，洋洋的气，生死与哪我了？诗人带水叫人口，准备刚走去啊！打啥个家门人？我要打家门人。不得了，手里3斤1米多嘛，里边要4米多，3、4、12斤的了呀。扶松啊，吃不照样吃。那么我一句闲话嘛，先打招呼打了前头，是的，该位是个句闲话不打招呼了，听他背语言。是扶松那个小屁啊小的嘛，背上个意见的。那么因为是事实。搿种物事呢，不大好把了书台上讲的，所以因此扶松当你普通人一样的次数你是要上的。搿个我不交代了。该定的罪应当是再有个3米多，那么1米多，只吃到半米多，天一半地一半，浪费。老醉吃我。扶松哈啦啦啦啦啦啦奔到松林里面，改掉雨水梦中，松林龙向腾一唱，诗人一口这口就扶松，在他了，醉了，为动的。打过来到王人打手银两4米多，我认得嘞啊，我认得嘞，总归王有个地啊，1米多，1米多呢打里外，3米多我请客了，你要怪这个，我讲你要怪这个的危险，这手1米多手特2里半路为了还，为俺们这得了送得了，一个假设出来，能够呢引人入胜。听众要对那个神父爱，你就要听那个诗。那个神父搭理不关系，那去笑话哈，你也无所谓。你对那这有是个人啦，你就会听那个诗。说诗，其实呢，整个上层人啊听，连下层人啊听，听了呢能够就是
从里个语言也好，从里个人物素质也好，侪是非常语言有气，人物呢非常有立体感，内容呢非常有思想性。金圣伯设书的语言精辟简洁，笔意传神，运用切的手段，使书的语言内容情节产生趣味，以切取深，切中生趣，讲究品味的格调，使观众获得一种艺术朗向的享受。第一个呢，你个识别起，你个识别，这个口齿清爽，而且口体特强，而且你个声音也好，喉咙好，听上去呢好听，所以大家侪欢喜听你个书。听你个书呢，所以说，这个是一种艺术享受。先生的那声音，我一直讲个像磁铁人啊，哪怕不听见、不看见的人，只要听见的光玻璃的声音，你假使是听客是书迷，你会得立定脚步听这个广播。你在很个辰光，你蔡阳你办公了电台里放个辰光。确实有很多人在马路上想，哎呦，金圣伯啊，来让他听10分钟，马路上听你5分钟。我有这部，随了啦端起饭碗啦，吃饭的辰光或者辣做事体辰光，一听见一个是金先生的声音，一个人我都肃立起来，随了啦神经就听。因为往往有很多人认为是大师背后，少年辰光我已经贵州。金毛吃把肉糖嘞！你看你啥体的啦？你用自家的本事嘛！哎！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也晓不得了，对面对刘家了，大家来看灯，咚咚啊，咚咚啊，咚咚啊，咚咚咚咚啊，哈哈哈！这声音哪这样响？刘家对个面来让看，那刘家个不对会得动个。这个是我先生杨丽清的设计。我先生叫杨丽清，这个还不得了。这个评话叫评话，你种评话得里太白面相不来。你去到挖人了，面孔上个肉了，快会得动。额骨头动，鼻头动，两面面孔动，下巴会得动，耳朵会得动，右只巴头一道动，右只巴头该面动该面不动，搿浪动搿浪不动。你这样是不来事，但是不来事不来事，学个辰光也蛮苦的。总归搿个一年，我跟先生松山跟了上述马桶里疾病搿个一年才是，冷得不得了。我看见先生在那台东上，哎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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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满上掌声。搿辰光放炮水了，那么等先生下来之嘛，我到先生讲先生，你改个么子还改我？啥用了？啥用？我是想吃饭，最想吃饭了搿些辰光，要吃口头啊，吃口头饭要吃。山上要吃2钟头西北风，马桶里疾病呀。你种人先生闲话听的，到新丰亭浪向吃2钟头西北风，第二天浪向吃4点钟起吃到6点钟，吃下来嘛，非要是面孔歪动，舌头也歪动，这个么子。先生了吃茶，那我到先生讲，什么呢？讲不清爽，洗过来，发现人家先生一种锅里空有着头个银丝，望我面孔拉个一起，吃到疼了，改命2米的，咋讲好哎？第一个吃呢，我觉着你这个语言吃，你个语言啊非常丰富，而且语汇呢特别多，在生活当中来的。那么你个语气也是非常刚强，所以呢，就是讲个我一个特点呢，你这个语言啊，你是非常风趣幽默的。武松昂出嘴，武松金阳岗当老虎是吃嘴了，因为你不相信山上有老虎，所以你们吃饱吃老就跌跌冲冲上去。
今朝当将门人，你是预备去当的，各种御亲对半月，哪会得吃菜？你明知晓得搿点老嘴把我去多少子弟子，因此搿条水他往市容一场，搿条水成都分口角一挖，挖脱1米多半，那这挖脱1米多半，1米多半啊，神通搿还是意思，不能再挖脱，只有挖脱1米多半。要装一装吃斋的样子，哎呀，醉了啊，醉呀了！可怜个人砸上里的水放开是不噔噔，往后退2步，真，往前跑3步，噔，数啦多啦多，这样跳个么事？可怜噔，诗人一看要得罪，真要不会对。扶送的娘在。14号人很多，殊不识得再有名气王小当先生，北方还有人14号，杭州还有人14号，再当将门人在那个寨子上，那还用法是各家各色，还有一个是真吃斋，还有一个是假吃斋，还有一个是分吃斋，因为用了斋不税，所以嘛叫再当将门人。再有一个呢，那个假设起得起。你个去假设搭一般，并我与去假设不一样的。而且你经常跟我讲的，你讲个你是世俗，你不是唱戏，所以你作为一个世俗先生，作为一个并我一语戏角色呢，只要稍微戏一戏，听众觉着，听众晓得就可以。家门人家面孔和长长，两条用米包上的眼睛，高粱的四方去，两人的火牛，后面红手拉里拉杂离了红心毛。谁有脸来？我已经，我也曾逍遥，愧有我了。梦居道场称好汉，虽人不知将门人啊！再一个呢，就是先生血泪放得起。因为血泪大家晓得，不在平台听众也晓得，是你这个平台家，是你是水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血呢，血泪多了，血泪有这个尿里血，有硬插火，还有阴血、血毛。那么你先生呢，用的血泪呢，主要是血毛，你还是经常跟我讲起来。所以说，你个讲的就讲1、2句闲话当中来出血泪，出一个。1、2句闲话当中，如果听众晓得才好；听众如果不晓得，那个演员呢，那台上不会得觉得尴尬。而且你先生个血泪啊，你在生活当中来，有时候日里向看到个么子，夜里向台上向是用的，所以呢，对听众呢，这个非常有呼应，非常有共鸣。将门人身高134，对于弗拉海，来了是啥么子啊？14万。134对为弗拉海，对弗拉海是我第一个讲，身高没对了，各位底高去量尺寸，身高去我俩是离对的两对半弗拉海个，搿么这个身体哪能会介大134的了？老发个尺，打今朝个尺不同，老发7寸1尺，就老发个1尺和今朝只有7寸，打个7折，这个是正式的。唯一的根据科学家、考古家来鉴定，是人的骨头，以前的骨头打今朝的骨头比，以前的骨头比较多，现在的骨头比较小。那有两听个黑者是精神把握的将来14么等到坐无街上死了，可是不会的。我说那非常好，有一个角度来了，可是会弄得人到谁这样会等样了。将门人的人那当时也受伤。
对浪向黑所恰于应用经当中，我是应用经，身浪向一及二世，啥叫手什么嘎表令都是长兄。要里向五层快了五层路大，后面大红追说对当茶口家浪向一双应对商量不敌跨越。阿弥在于来年是里向称八日咖喱，以及应用长水水里一波都手指。该把手指这手，都绿毛不一开来，一开来颜色是黑的，两面还有红的，一面是不水沟海，各些人痛；一面是十里一望，晃一开来，不在雨台上的。这把手指拿了水里把样子，8月2岁，就人说两把捕手上。打里手，家门的有子手指自家不收，8月2个脑子手指专门打本人手，啥个道理嘛弄不懂。经过几番磨练，金生八年赛神明，当时这个演出神况是空前后排。即使是啦农村的赛事上演出，还是一片难求。跟你出去第一只木头，在上头，搿副西上呢，只好从西帮出的位置，给你吃不灵的，落雨了，一张上凳坐3个人，立了浪已经几10个人，从7、8人不得的，我再来一个毛片要听戏。是我今朝是吃朋友来这挨着的，是你毛张片给我，这个老板娘吃里倒山在浪后头，来进去看，没地方立了已经。那么你进去一个球子出来，1锅2饭里，毛张片有种。这个老板娘能等路的呢，那总要好等的了呢，几口人总。不扎凳子上头，搿地方空了，啥的上底楼个，能楼嘛，能哪能好来浪呢？能不要管我？你到老虎寨浪，去我这磨米粉，5块没补啊，往上一放，头浪一顶，就顶一只磨米粉，听一回事。虽然金生八先生仅仅用至10多年的辰光，才达到至众多平台艺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搿点水面的痴迷程度，也丝毫不亚于今朝的占星术。但是，伊自成一角，终究需要有属于自家的品牌数目。于是，金生八脍炙人口的金杯翠芽舞艺，终于飞入至寻常百姓家。是翠芽舞艺。也是一个新的高峰啊！上海，你理想走不米样子，到11点半会过到电台，这个巨富上去呀！上海以一个额头，眼光毛是房子，3千。金生八受益的上片书目有办公、翠芽舞艺、武松等。在他多年的舞台实践当中，不断进行整理、加工、提改、创新，使传统的经典书目上色上新，久延不衰。辣90年代，你所在电视上受录制之里的纳税书目、白玉堂、办公，你的影响力从一方时代延伸到至电视机前的天高繁华，响应传播，盛况空前。精彩的书艺，非但让江浙的书迷朋友如此如赞，甚至于还让海外的知音也领略到京派艺术的魅力。文章播出的金色肉针，金生八先生纪念专辑为内继续讲述。金生八先生把你所在电视书上栏目有着难分难解的情缘。栏目开播第一期由清代之李达尹玉之先生来担任主持，这个也成为这里人民浪向仅有的一趟主持水。该趟的电视市场开播，我呢是请来了很多的老艺人，那么还有呢是综艺
像因此呢，就是中型基层。那么我们呢还是尬了海的，实在呢像一种面孔呢不好上电视的，因为比赛追出。那么原因是为要紧要上电视，叫他去拉一拉，现在有办法个，叫他拉皮好噻，拉皮么痛的啊，感觉加来不及天嘛加热。金生伯先生对艺栏目的再建建设起带着很大的作用，随后录制过长篇、杂志书、书信、传记等等，光长篇就录制至160回。电视书呢开始创办的时候，我曾经推荐过金老师的书，请你们来录制，你们后来完成了节目这个录制工作，是吧？保存了金老师的节目。金老师说了一段话：我们这个平台是一套红木家具，不要把它打碎了当柴火来卖，啊，这个就非常可惜。我们应该做好平滑艺术的抢救工作。金兰市的代表作之一呢，就是上片平滑白玉堂。这个是金兰市辣辣一生的艺术生涯当中，经过了长期的打磨，通过实践，形成自家一种艺术风格定型的一部上片平滑，其中有啥个笔尖联影啊，这个不包起下去，看里不包起，躺下上来，当，再书眼人民等等。哎呀，眼人民像500人之会长是不得了的。哎呀，郁闷，这边是红是好。那么你想拿搿个一部上片呢，比较完整的呢，拿里录制下来、摆成下来，来拨了广大电视观众来欣赏。所以你辣海方方面面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头，促成之你的金兰市来录制搿部上片，金兰市还是非常感兴之最近你个电视书上，总共呢录制100回白玉堂，那播出之后呢，虽带之很大的影响。一兄有喜随了亲别，可能人上去翻个什么困到出，大模样爱人民困，根本与没相会控制上了，不困还要手动的，可是落得困上了，到底上了10亿，快上了困。小人一天把路把下来，个老电吃力得不得了。爱人民还吃不来这个，困到公公爱人民困得好困人过，杀伤力走过到胸前里，啪，养不着着。脑子里面清爽，还会打猴子啊！张开眼睛一看，啊，啥么子嘛？各位金人做大炮，我知道。哎呀，心里想想，那困想这样不好嘛？我要这样吊上天，不要干破了啥个了都拉开。逼迫了，逼迫了，逼迫一逼迫了，叭叭叭叭，死干的。哎呀，海里哪海？7条水也上得来，不得动。是人头抬肉棒棒样当鱼台上一照，懂啊别想了。海家里海里抓毛特，你也不困着。天外高就要亮着，个鱼的食样嘛，我来好一点。到天亮总归摆起来，我是现在4大天上，够好了。红到外头5更天，这天在金人啊，一个翻身，落到大袋，睡走去。等那大袋睡走去，爱人民想翻困着起来吧，摆起来嘛，鱼不拉早进起来，吃饭没起来。
烤面吧，再喝一张湿的喝烤面，一杯肉汤喝。哎呀，吃点心吧，好，先弄点点心吃吃。这事情上老先生一子，好热呀，好热呀！哎呀，义兄，早啊早啊！哎呀，真正好热哎！考虑起来，自家身浪向么子才做好。那么鱼么想问一声，这浪面你也烤个？非都是进来神经不烤嘛，我都得买出来。现在讲那这浪个面也烤个呀，手来不稀的，哈这。那么茶也吃一杯，也不喝。鱼么哎，明下儿说长。首长，大到我的很小，你真那么小，你鞋子一趟奔进来。哥哥，先挂，张带来的，都少人了，谁来还不良居士啊？离罪离五离房给不良居士，哎呀，大张的弄的是，一叫金兄。不贵呀，不举啊！是，俺人民讲举是没举，哪还不举的？可么你那还不举，我反而还举，啥事？是的，像我这个人，素来不为虚伪，也不为客套，今日出来分文未带，今日堂上。欲为欲其谈，这张长得猛真是眼人们是个当的说的啊！我们欲为欲其公公谁身体得住来安？今来是陆汉子这个白玉堂过后呢，有时候呢，你继续邀请，因为今来是学办公出身的嘛。希望你能够来录一部分办公的节目，今来是呢也欣然答应。这位苏州电视书上呢，录制至办公的后头，一共有60位。嘿，不好，单给新长的功课。从100位白玉堂带至60位办公，总共呢你录制。金生八先生的长篇评话艺术呢，有160位书。搿份珍贵的艺术财富呢，还属于你苏州电视书上你苏州广电总台呢独家所有。金生八先生不但努力的看讲书，侪完整的录制下来，为评教自身对平台讲方方面面的熟悉，录制至一系普及平台知识的讲座。让更多的门外汉才能够亲近平台。不，这个一讲呢，我就讲手指。手指本身还是已有的应用物件，那么识得热什么，随他手指。那么平台已有的前辈呢，是交关聪明。你也觉着这个手指放1斤手，1斤手呢，现在也交关难看。搿平话的用手指呢，搿应用多了。那首先是大将的应用下级所用的武器、所谓兵器啊，侪辣手指。那么像办公室里呢，你手指起伸指作用。爸妈有伸指下来的，因为你是爸妈是伸指开刀，奉天承运、皇天之御啊，这样一来就是伸指了。啊，对了。再一种呢，手指呢。当好的酱用，往往不管读书写书，起到酱咋不讲个喽。在录下的珍贵影像资料当中，除脱有大量的评话节目，还有很多的产品、书戏等花式节目当中，也给观众带来之惊喜。我记得当年呢，这个电视书上
开播100期的辰光呢，也请金兰师来参加演出。当时金兰师呢是帮邢延春、邢延之兄妹合作，搿子一段评弹，因为是与评话搞对视啦，搿个名称呢叫戏式评弹。今朝罢工呢，因为案子实在都不够，凡是分弄清爽案子里，侪要重新审过。所以罢工人数辣衙门里向，出队忠心，为之无骨，少日一切不争风，老夫保证，爱会合为人士。谁因老夫为国清正，执法审议，作风正派，所以深瑞历代之民爱戴。自此以来，商议兴隆，时人人习来高尚，如今未必遇得过结果之身。张龙是少我在身大。那么当面开喝，请大人高升。罢工人到外头收听。张龙是向牛背高对让他。是。好了，一些牛背高上当，季大人开对。季大人开对。罢工可不对。哪个上山马凳子头浪小辫子，脚浪向头子啊是只脚管裤子，就是啥得两只金袜子。三对女的一看，身浪向侪是红衣裳，头浪向烫围里头发啥，等样你弄不清楚。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家。大师不可能复制。夜里向看到个么子，夜里向台浪向。张龙龙，这个老他头上。8.3个年龄啊，是有2.3。两条铁丝一光眉，一双眼睛花眼手，擦啦就。上海以一个额头。眼光毛是吧？各位讲的有偏特质。从100位排球党，但是60位班。总共呢，录制金生八先生的长篇评话里面呢，有160位。评话再常见的形式是担当，一桌一议，一人一手一醒目，随口就辣舞台浪向展现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搭热血悍美的江湖儿女。辣1995年的春节评弹晚会浪向，金生八搭吴金玉搿个2位评话教干脆、强强联合，还组织一位上当评话，捧出激情的火花。金生八老师当我父亲是一哈朋友，里头既是同行，也是哈朋友，两高头平常交流还蛮多，而且合作还蛮多，里头合作功夫上相当，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石狮铺当地。还有松林追笔，再有就是大南花屋里，等等，大概有得7、8位上当。2个真的我讲是大师级的成分，那搿个拼上当浪向特别用心，特别用功。里头有几个特点，第一，我搿辰光听金老师讲过，听我父亲也讲过，讲大师个上当，不是讲2高头拼起来，你3一头，我3一头，所以解决了。师兄心要打流子，要拆散，前2页你1句，我1句，你2句，我2句，差得一散。搿个诗说出来相当遗憾。他在吃啥么子啦？吃么子理想亲呀？哎呀，后天不去，当不起来。谁是讲拍一球的，把人家扣的，我个人不讲。第2个特点呢，是2位老师辣海乐队浪向，因为大家欢喜听评话，才晓得。我父亲呢是属于放大乐队的，金生八老师呢切记，打个比方是先拍上，叭从头到底，这个乐队是不大的。但是里头2高头辣海拼上当的辰光呢，搿个乐队还是实个，所以是不是讲你放哪个乐队，我放我个乐队，而是前2个用一只乐队2个人来对话，通过2个人的对话，2个人共同的表演来完成搿只乐队。所以你来去看里头不是上当里向的乐队，侪是真不是。做贴子，看上去个排场是精神报告出来的，跌跌倒倒的侪是你个闲话，发起来里当中往里碰，盖一张凳子，啊，这里好，有关了然后。
离空在外头，外面要么给我请走。他人手定两只脚忙成带过浪向一个吃嘴呀，那不是问道里起脚上过去。再有一个呢，我就觉着这个里头个认真啊，是我一个一般，真的是榜样。里头两高头是哪一边我一边，哪一边我一边。中国大部分的商党富为善于30边，而且里头已经是发生这个情况，跑得起来得来差不多子。那么进来是讲军员，哎呀，再跑一遍啊，要不喊我。那么有辰光进来是因为收据上来的嘛，你要为收据者，后厨啊，看看还有一个都中队者，你父亲会得讲，哎呀，申报里讲，还有点辰光了，我会一搭点带后厨在大概种半个钟头可以整你再来他一遍哈。所以自家认认真真把里，我有个朋友讲过句闲话，讲搿点来先生个思维啥子得自家吓，伊是上海人，伊讲迭个里向有道理个。口是辣负担了，里头两高头是得心应手，好像所有的闲话侪是残口而来的。其实所有的搿点残口而来的闲话，侪是里头辣海负担下头一遍一遍的排练当中得到的搿个配合默契。所以我觉着搿个两位老先生，或者讲两位大师、两位前辈，侪是我们三一辈，或是一个榜样。大门口，老板娘。各位客人是要上来看来这个啥呀？哦，要么我知道啊，到里向把一把事也好，送着最终把好事的，要么呢上口了，要么请，喜不上光，要么呢过到罗子汉，你是哪一种好啊？那么我的那个么事，懂了，新会事啊。各位们，在那个意思，在我高上是忘记这大爷重新来一遍，10块啊，收养罪，每一种共拿1红，送金，好，大道理讲起拿罪，这么闲话讲出来，第一么是流氓开的，么事才是最好。啥条？你个生意要做，要吃子比较好，吃子高的，外头人家下趟发来。所以老法做生意讲的么是啥啥。那么现在呢，西腔呢实在都不够，该想当得好子的，分门多少个往好个责任我都弄得了。妈妈衣裳比了卡带是讲，意大利皮啊，2月底就加水都要出来个，这哪装皮？连到小菜场浪向烧毛，皮子稍有高个，1/3侪是盐加上，酱油也高。搞得我脑子里向已经搞，要得一直回转去，把门你刚做出来开门，我看看真的来搞个这么大堆。人经过来拿罪，搿么凭良心讲，送进了就是送到最后。搿老法搿个服务员，侪要有点真功夫。搿送到最后里哪拿法呢？该照水里向只规矩是5把5个嘴头，17到6嘴头，都加1把个叫啥？街浪向6把上面都4把，该照手里5把，啥拿好势力当分子了，也不来这样。来，要么该照这对那个把手拿带不住，全两这个人来，要么呢上口，吃子一杯来一杯，吃子一杯胖再来一杯。要么哎呀，弄点啥小菜？你这里有的是什么？哎呀，小菜多，人家吃2盆跑3斤肚子，我样样来，你要吃啥？我要吃的是牛肉，牛肉好鱼啊！你为了吃啥？你为红烧牛肉，为了白切牛肉，为了牛肉丝。我要吃的是干切牛肉。老就讲，干切牛肉蛮好，谁来几好？5斤。老虎觉得4斤差不多了。你要吃5斤那个叫啥？别奇怪，也不对的，想听好。老大啊，我要问你，这干切牛肉，你随后的切法？哎，这么爱了，别干切牛肉，要么切块，要么切片。不要，怎么那样切法？我要你把干切牛肉切成丝。干切牛肉切牛肉丝还好吃的了，但历史这样这个事情，要么给我们切出来饭吃的呀。我要切。哦哟，那个他头面绝对要打文台上一抓那个叫做这样的。老板娘，你要切5斤过切牛肉丝来快呀，切呀！哦，要不得在浪向听好啊！要不5斤过切牛肉丝不到底的啊！跟爸的事情了。是呀，来过来。是的。你讲个啥么子啊？5斤过切牛肉丝哇！我不会这个，要么来了切。
我想这个呀，哎，这个难吃的呀，是难吃的呀，是不大好吃的。干嘛走啊？根本那样口人的，有种人不好玩的。那个朋友是那个娘舅啊？娘舅都好弄着。哎，伊啥个路上不种来不要吃的？我们那你来别人啥出身？龙岗龙马马球的出身。刚到你来别第几个？第八个。该个那吃高头里。我能做个美人啊！不让讲法吧？你上次眼我是啥子？你一进来我就把面对了，把得出来我都。哎呦，你不相信我来问呐？老板娘，俺四哥们吃那个，哎呀，吃呀吃。啊对，吃。吃了还偏把他吃里不少呀。搿有啥办法呢？喊3个人帮忙，4个人吃锅贴牛肉丝，昨日吃好下来540个，像毛线一样。搿吃个朋友有得嘞，根本。哎，吃么吃哈个，再看来去。肚子里不能帮嘛，盆子里向不能装，你看哪办？这个嘛办法嘛，是人想出来呀。那大个人个砂锅要来啥人啊？把它砂锅里嘛什么的。砂锅里装牛肉丝。不要紧，是这边吃火锅走啊。平白全部装好了，送过去。那得是怎么无有口了？谁能送我高上口水多？不像现在，么子先上来，那么再把它说盘里，那么一只啥菜才送出来。我就要据说到90年代，过的都到2000年了，多零，也都是，不怎么拿去。侪有钱的，轻的，上面炒花人已经飞出来，炒花花飞出来。等到那家的活到船上，再过脱10年了，一吃来往那做的不多，才会跳进来，会得来胖了，这样的。不要去听你出来有了哈三话是怎么来讲？嘿嘿，来去听。快打，弄好事的要不来，要不早上可锅贴牛肉丝来了。好，筷子不能尖，附送汽水胖，早一点的芒子玻璃一包，剥一剥，噗，吐到地上，不好吃。哪不好吃呀嘛？都是牛小肺，都不是这个牛肉不是牛肉，就都狗肉味来哟。要么这个么是哪个意思哪说法呢？我啊，推啊，推嘛不少人去啊。那时候把这是的毛把3万一起这个么是啥人干呢？不破不推。哎呦不灵，老板娘，你经过去牛肉是你要推呀哦。大里他弄来过来弄了呀嘛，经过去牛肉是今朝到来推你块地里不个那靠啊，不快活。老嘴从来不上的，今朝不来上来阿小呀，不逍遥。哎呀，这么样子呐，靠我们要自家寻的，寻靠我，小呀嘛还要自家寻的，要么你寻可以哎。寻不到嘛，那个胃口改胃口，要么来，快去过来，来。一口心里砰砰叫一起，一只房间，古代叫鸭肉，现在叫开天礼拜房。我是不去的，你们经常去的。你当我去的，别他去这种的。所在电视上历年录制的大型晚会，经常邀请金生八先生担任重量级的嘉宾助阵演出。在1997年平台明星男女赛当中，金生八精心准备，从四后当中挑选出一位农场主男花灯。这个这个花灯那往个样样是人的，哈，吃得再新鲜嘛，打出来，哦哟，嘎龙不得了！金东光，金东光，金东光，一路步迎过来，两王开张人道，山西大地海参高，四季名地灵巧。像牛肉味道好，若是水深在老，青石名水路高。把西洋中虚肉，巨类三角脑炒炒，十分香气，咚咚咣，路桥花。好神啊！我的灯啊会，个灯会叫了那忙起来，张三爷，那叫宋光叫张三爷，改个名字，花用小灯，到宋光刚才记住打出来的了。我不能叫你真名字是，你改个名字。啥子死命了？我人都养，那左右做宋光这个人，
这我印度家嘛，那谁是改制名字嘛，还要出那个了。听事业这个人还不行，老法没这批，老法比方上讲啊，我当头分得到别人做例子啊，只要侬我自家做例子啊，精神不大特色。比方上讲，那么老法也没这批的，要做个精神包，那么哪弄法呢？那么呢，与佛家这个佛家的专门和相的，里有一本诗，这本诗里向的100张面孔。叫北洋图，那么还认得个人来看，今什么张面孔呢？阿像老张面孔来看看看，那像第4班郎哦，第4班郎，眼睛呢？眼睛像36班郎，哦，36班郎，白头像47班郎，哦，47班郎，嘴巴亮95班郎，95班郎，拼拢来没一张面孔。那么有这不办得巧，我得蛮像的，有这不像这个人了，像自个娘舅也讲来一个理。弄不清啥个嘛，因为你不敢控制个问题。现在了，你叫他讲一讲电了，他一打，马上出来，他都打不脱。金兰师的那个作品呢，侪非常应时，能够来获得大家让现场当中来体会、体验搿样一种真实的气氛。辣苏州电视市场开播1天前的辰光，嘉宾云集，精彩纷呈。伊呢也请至金兰师搭传承杨乃武的演员尹延春、尹延之为朱一鸣、侯国良、陈立明合作。金兰师偷上山，穿起青蛙的服饰，演至一位书仙，其后呢为唱这一段张脸，让观众觉着既热闹也惊喜。漂漂亮亮，小白菜。今朝要上头头，金生八神经导致爱徒癌症八，张克勤搭新妇范成凤演出过一个水果档的评话产品，即二虎特美，也是构思前面相当幽默风趣。二虎特美搿位书呢，辣上海呢，里头成为八大概吴金龙3个人写的。那么李破搿位书拿出来呢，就是讲人家一比个呀。那么先生了搿种情况下头呢，里贴重担，讲我来拖你多了，搿再看嘛。老虎指出上么搿个阿德莱这样，但是辣搿位书牌里辰光，先生就是蛮清爽的。重点个么子，你到2个人来，我只不过等了堂面浪他来唱一唱，所以搿位书来看，爬上来二虎特美开丰富个堂面，先生78岁一口气下来，不脱个。搿堂面拨你讲得了好，是眼睛里头就是开丰富个堂面，还有搿个包公，你始终贯穿了包公。生搿个案子的辰光，包公是哪样子？搿种机智机灵相配合，张龙入虎，出点子。所以搿个人物78岁的有搿点精气神，不容易。今朝是6浪，包公是晓得，他等着，还有人来敲铜鼓，还有人还有我，中，有王哎！来着，生意来着，回大人，哎，外面有人接鼓鸣冤。哦，张龙啊，升当哎，中，当，好啦啦，西北也有2蒙比的好。上枪水、斗刀水、军刀水、压背水、捆绑水，水着捆绑绳，鬼子水队上实力高挑，身处星星之后，水着鬼队斗，杀气腾腾。2蒙比扫地，吼！我扫地，一对我扫地，这个我扫地，扫地的好。今天考虑手上的，包公赢得我的手定。张龙啊，将结共西游之人
护上堂来。是，县院人上堂了。最上堂了。来上堂。大人啊！哎呀，大人来了上去啊！县人见大人，可头在。哦，上当一道来不倒是？你们姓的名谁？大人，我叫洪忠。大人，我叫八百。那么我是八大我看上去，一副麻将嘛来。既然你称，你们哪个是牛角？我是牛角。我是牛角。两个人是牛角，那么我没讲，啥想出来的？终于个西来没得，咁让洪忠先讲。洪忠，哎，大人，与人有望。妹妹想啦，夏大人，搿么我讲不难听啊。我搿个洪忠是洪水的洪，祖宗的宗。我就是辣盖面竹槐路7706啊。你亚些辰光对故事的，我搭你娘两家头相依为命，就叫为首过得过去。我搭八辈是隔壁邻居，你些辰光就那一道不相。后首来你辣屋里向开饭店，那么我辣屋里向穷没同理。我只到外头去打工，几年下来，他帮我赚上2地的，赚上农地，马上寻个女人结婚。结婚辰光，我还请八百来吃喜酒的了。新结婚的第3日，朋友来喊我1月3日。那么我想拿弄法呢，出去吧，不放心屋里，不出去吧，动力不在个日条难过。我一想嘛，就托付八百子。大八辈一商量嘛，大没好，你说你多娘随着我爸母，你到家乡随着我阿嫂，难怪你出去屋里相遇我。那么我动身，不晓得大人啊，眼眼的碰上眼眼的。怎样？半路浪向碰着强盗枪呀！哦，哈那个的强盗杀下来，没是谁抢的，你的人才把你都捉到山了。山里杨中把老牛山大字兵打到山上，我的强盗统统捉了。上上来喊我是强盗，我说我不是强盗，我一份枪过没事，我是官去。后是我来个辰光，为比本地本土一道抢上来的，不相信都还去查个，那么查来马上当我平反，本地还把我利息收给我，养老女3个人真个好。问我说你那等那山浪向么里都不来交动的一个人呢？我说刚好是1万块，那么那个动力呢，1分呀2分拿了，马上关照水底有人统统补给我，一笔补发工资60万块。我脑子个笔动力要紧走来口娘口高三加上你娘已经过世个，高子介绍更是理个东人啊，你该个是第3在插足破坏婚姻家庭，得取渔夫之福。东人呢要当我生女啊！八公一听，那么这个八百不是个么事，你哪可以这样呢？我等到人家发了浪子，你弄把人家讲些都还是讲的。八百，哎呀，大人啊，洪忠讲的可是事实。这个大人啊，你讲的闲话基本属实。不过闲话讲出来，大人你也还让我讲出2句。这个应当二讲。小大人在，大人啊，我叫八百，八那就是白颜色的白，百那就是古代百的百。大人啊，我和你2个人是结拜弟兄，2个人也还个从小2家头叫困过地板，吃过排饭。那么你走之后呢，你都让他子家乡才该托拨我干。那么你晓得呀，我这个人计划终于来着的嘞。你不晓得3个我下来嘛，就是老太太身体不好这样。我马上请中医特子、西医特里来会诊，不晓得3个我下来嘛。你都老太太的毛病不起色呀，就越来越重。搿日大子我等了外头出听见你都来讲说老太太不来着，我哈啦啦啦啦啦啦一个屁的奔到你房间里一口嘛，只看见老太太黄到了上了，2张闲话纸忙针子外高头上飞了飞，张机张开来，只有出气不进去，随时不肯断气呀，带子我。我一口懂我，那个叫看眼不闭哇。我和老太太讲，你有啥闲话和我讲吧。老太太听见我来着，总算拿搿条水对了，滴滴我，再滴滴里头高些，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照顾好你。我说老太太，你放心哈，这你走吧。
不晓得老太太为语闲话跟我讲了呀，只看见那个长子上辈，特子下辈，一直让人胖子100多胖，一只分胖出来呀。那么边上有人讲，在老太太的意思就是讲，一结男特里都讲子我要结婚，我说没问题，我答应男孩子。哎，这个么是另的，只要一答应，假设老太太马上斗气。那么两个人遇到了，你们二人哪个更傻？当然我夫娘，我不娘干，我不娘，我不娘干。夫娘，大家夫娘不是啊？我们来喊你出来，我来问个本人，本人有意跟啥人，我就都跟啥人。是这女子在哪里？回大人在外面。胡他让他。哎，这位女子，哎，进来，上堂了。上堂，进来啊！小女子来，老位是等着留下来啊！说话。谢德官，反动人拉上队，机构同意啊！跪下见我们大人。谢德个呀，不还啰嗦鲁东官。小女子见过包大人。好弄得没好。既然你称，你姓什名谁？我叫琳娜。叫丽娜，要到这外国人来的了啊！叫丽娜，今年几岁了？30岁。起头来。哎呦，一先看我这面孔啊，我趁枪手里看看你这面孔啊。哦哟，没人出黑像只皮带。这面孔是漂亮的，所以这个两个杀气代表一道枪。好，甚至这下边人力口神是非。神色的，什么人？一个乃是红珠，一个乃是这个一次，罗定安呢？我看来还是就是金生八先生让你收罪电视书上是最有一次的，就是节目的罗定安者。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珍贵。我记得阿拉2012年春节前头。伊曾经为之拍摄平台来瑞星8年的短片，特地来到金生八先生屋里。今日是新年好，财神要不来送女伴来着。当时金生八先生为性感灿烂的拾起了爱追看女节目的心音了。这电视台影响交关大，官也在晓得。那个面呢，夜里呢我看电视开到收最电台，来得个吃，之前到了放我么子。研究看，一花独放不是春，凡至天红才是春。金生八一生获奖无数，作为非遗项目苏州平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以不断研究识别艺术、雷炮唱腔、苏州平台理论，希望埃门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伊讲，只有跟上时代，平华才能成功，苏州平台才能成功。金生八先生是哪哈努力的独创的金炮平华艺术传承不离的后辈的呢？下个礼拜一播出的金生肉珍，金生八先生纪念专辑为您继续讲述。金生八先生舞台表演的特点是口齿清澈的识别和天衣闪烁的面风，声势恰当的配合，再加上目光如炬的眼神，始终懒懒的锁定观众的视线，成为之舞台上的焦点。金炮平华艺术还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我去跟你实在米啊，56年啊，先富一步，都来市场开花，先生个人也分后，所以么共州带磕头。精通拉说，先生今朝不来事嘛，当初已经上脾气不发生，这为子也让我好哈，这个让不上，所以你为子我得为在节目里再一次。主要是有学堂里向包上精神八先生。那么先生呢，会当我概念面，当我去正八呢啥意思呢？因为当81年正好承认了船长，那个对平台提出一个主。出人出书最真路，那么取一个真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金生八了是拍板，
随搿个山头搭起搭讲，随来好读书。搿个山头呢，山头山地像一块牛石，搿一块牛石呢弄得来，南山哪行低，所以南就哪行低。你空啊，单位里向来嘛，天天到我屋里向来，阿爹要帮你后头个书摆下去啊。一个继承者呢，让你苏州电视上呢，还录制发射你金生八先生的代表作，还作为一种补充。金建伯是金生伯的三儿子，从小辣爷身边长大屋里，得分像大家想象搿样耳濡目染、眼平化。你在快30岁的辰光，才开始半路出家，边识边学，经过几趟排逼，你才辣爷的帮助下头，认清楚自家的短板所在，辣石板上下苦功夫。如今，你继承自爷传承的上片评话，狄青。宋朝辰光的东京，当时辰光叫都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哎呀，热闹得哪能？就讲一个数字。当时辣河南开封的城市人口还有计划呢，100多万。再讲流动人口加上去，要将近400万人。那么现在讲起来，400万人没有啥道理呢？你苏州，我记得地铁开通的辰光，外头有一条标语：这苏州1300万人民热烈祝贺地铁开通。那么就是1300万，不要忘记啊！我书里搿个朝代是宋朝，1000年之前，让全世界满100万人口的只有3个地方，河南开封是其中之一。现在在那城外头有一条大路，搿条大路是往正西北方向直通关外，路浪向有一个人跨步是飞，往正京城而来。这个人财力平地，福寿长度，还有脚长呢，大概从7尺出头一点点。搿7尺出头一点为福寿长度，不必多做解释。宋朝的尺到现在的尺是不同的。你看你身浪向的打扮，吃讲。头浪向那把头子包头正中我是英雄脚，旁边一朵粉红颜色的容女对对碎碎。身浪向那把头子插附近都要五彩楼大西游，对当插个不地花袖，外头又花了，这好一点英勇长寿，你看上去这个人是个扶桑英雄。哎，你再看你这面孔。面孔有对对，皮肤细滑粉嫩，2条眉毛微溜溜不作用，一对眼睛虽然不大，但是很有神，小又不对，小方口，两耳挺肉，下头5把后手，清清爽爽，一个白面书生。那么你看里头衣裳，扶桑英勇；你看里个面孔是个白面书生。这个人到底是粉还是富？粉富双全。这个人啥人呢？就是你挨个一部书里向的主角，先帝待命的青天的青。自己先生金生伯挖正话非常有感触。刚刚从平台学堂毕业的你啊，随根师好儿子，为在当海平话基础。进来时呢，让你先学在2个搿个班功，学孩子哪哈开大面、搭金莲，相当于呢园子的熟字，再好端当的副业书，出业欧米随完成有原则。我从小跟我就这么回事，我19岁跟先生，我爹娘在生的，我有2位叔，一位是30年人民，一位是亚南留学夫，这个2位叔是我先生。是个水多水干出来，拉离屋里那眼讲，就我记得蛮清爽的，离屋里想吃2万，因为拉苏州，我现在到了苏州辰光，发出去一出我基本上天天在个身上的，搿年里向还养饭嘛，因为干部搿2回事，拉我记得蛮清爽的外头客厅，
一直不是一种，你娘我说不是一种问题。你开背呢，我里头开背比较低了，你时代浪的这个东西比较高。我里头开背熟了啦，厚了啦，是不是真的理不起？那你当我开背了帮出是样的。你自家呢，那你想不对，一只锅巴么子，一只小做开背，一杯茶，一杯香烟，一只香烟。你熟了，它里面一袋有2高的，一袋一袋别的，你叫我去吃，让我吃的，上了我不带，来我，让你上去。你怎么我看，那应该拿喊，为啥要这个1、2、3、4？虽然水和水一比的，那么作为我学生子来讲，我们还是浸泡的，现在采样的水分，那么那样子来违背身上，我这一还讲我身上采样的基本能力，所以在我的发扬光大，心口不息，代代相传。采药以众为因路，那让信阳在金龙寺我做少定称为608来么火的火处。当时我的阿爸进京回到开封府的西瑞那里，大都因深入大堂，深闻火，不晓得分门耍一门包公叫啥大吃一惊，为啥？俺是火的不肯在死不开口，这个打法。你这个红的，你去没去呀？你还是高浪向爸爸，你不是个种啥个腐烂了，像现在这种小流氓啊，垃圾了。那，你晓得胜在为王，败在为寇。今朝就是本头做了，我死脱了，根本500我讲。你把东人进过门，这样我晓得的，我通通在讲出来。那么你哈了把公吃进的啥？那何的这个口公包公吃进不是？何的？谁来讲清楚？你这个608来采火大的，专门糟蹋良家妇女，因此杀人扶手啊，谁我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何的哪位的比少定春来？谁是你？8月中秋佳节，亚进皇宫啊，诺特皇帝一样欢喜的宝贝叫具体的话语嘛，还是你我不推。那么我为啥要推个账目？我不是一个账目，是有人家我来弄的。啥人？现在让毫不相让。当今天子王叔声称襄阳王家少主，是你家我来弄。少主因为晓得皇帝与襄阳宝贝，谁也谁差，欢喜得不得了。昆蒙头的还要让想个张牛母，何不得去对本襄阳王？因为何不得是一位本事好，要想让襄阳王问题啊。显自家的本事，所以苦下海口。我随便落到在拿得上么子，皇宫呢，我这样好去推，那么呢，襄阳王是家里去个张鸟毛当我去推的嘞。因此，何的周扬道于嘛，这张鸟毛哪啥子送到襄阳，搞不襄阳王欢喜啊，不是谁。巴兰贵州当扛起来，把了沙兰河襄阳王府里相遇在神斗之名叫不顾东王神。然后我当中为一只雷，这只雷叫冲小雷。谁怪在哪吒牛母不到巴了让冲小雷第3人机怪没是之中，但我看看。所以现在这只牛母不了我身上，你都要挪外牛母，你都到襄阳。到东王人们从小里去弄，但是买便当做也烦呢？为啥？你要拿个张牛毛从小里，那不是随着俺和随便去弄。那么再说，襄阳王为啥要让自家王府里11让一只从小里这个东王人？那大多人今朝我谁无来讲清楚？当今天子王说少主。要像兴隆起水美非少的，四起招兵美马了让王府里相为谁着走一步啊，就走来天下的意思。
谁要拿你请得来帮你受费，还正因为这个，所以我去投奔襄阳王。我讲了，我从小来，第三人机关密室之中，非得有个张岳母为这样要进个门，有一份叫门对，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大师不可能复夜里向看到个么子，夜里向台浪向。张东东，这个老他都叫好。这个不是一个年龄啊，是有年不三。两条铁丝一光眉，一双眼睛花眼手擦了就。上海一个额头，眼光没指望。各位讲的有偏特走。为子台湾在节目是首先要大头子，要从100位排球党但是60位班，总共呢落是金森八先生的上篇评话里头呢有160位。杭振邦和张克勤作为曾经的评话演员，虽然改编自上篇演出，但是呢，出于对评话艺术的热爱，都还是经常会得上回家看看。2017年春节评弹晚会，也向导呢发出子邀请，伊个啥个节目才能出彩呢？让导反子谁？喊了喊，你到身边啊，为一个感人指点了。蔡阳武艺亚洲皮夹动搿回事呢，也蛮纠结，因为今年是鸡年，葛么伊讲，葛么先生侬看看有鸡伐？我记得你一杯茶杯刚刚拿起来，我问你，葛么你看看也有鸡？有啊，那没得。我哪位蔡阳武艺啊？我蔡阳武艺当中有鸡的，那没鸡的。代表过搿位是龙堂寺，因此，例如我搿位牛堂寺、龙堂寺，拍一拍唱唱的，搿份用心。所以名家喊了上场话就是龙堂寺啊，说得还很像一个情节，辣辣鸡浪向去体现了一个人忠孝节。搿位施呢先生已经改龄了，88岁啊，今年83岁。作为你俩师兄弟两个人，每次去上门辰光，你觉着很忐忑。你是来在准备还毛子点心派还坐等你。到后头来，不是你先生你说不能听，是你3日天上侬还来回课着，你来参台着了。你到搿位是哪？你回课的辰光碰上来2次先生分满去了，听下次先生是搿只边人，弄得第3遍还第4遍讲拨你听。可惜了，可惜了，你还可惜了，你听清了。那么今朝等你商量商量，那今朝杀一只鸡拨我吃吃，杀一只刺鸡来吃吃。英雄胆量，你不吃几个？我根本讲不是我3气，你也晓得，我给3个囡恩的了，3个女婿好得不得了。开店的，做老师的，外加有个做生意的，2年前头来趟死的。最后到10年去死子3个下来嘛，我叫啥灯不归呀？为啥道理对我特好这样？那个特3个有代沟，所以我主动提出来，我要回走去噻。因为啥体呢？你多个娘，我个来趟长了屋里，经常还到坟上去走走陪陪你。所以这样提出来嘛，3个女婿一想下来还蛮好。你回走去，但是你欢喜吃酒的，你帮你开办3酒店。有客人来呢，陪你多吃；没客人来呢，自家吃。自女自乐总还走啊。所以呢，我就得来开一杯酒店。实在空唔上去嘛，喏，后面院子里养只5、60只雌鸡，搿点雌鸡才会上台，各自10天8日天。那么喏，搿点女士呀、囡恩来看看我开心啊！拿点鸡蛋拨你多，捉只把鸡走去。所以搿点雌鸡嘛，对勿是随便上法杀不难吃噻。那么雌鸡不来是拿搿只用鸡，搿只3公鸡杀拨我吃子了。哦，搿只3公鸡讲你法不难吃噻，你不晓得我5、60只雌鸡通光给搿个1只3公鸡了呀！我要派里大用场来，搿上还杀不难吃呢。道理倒是有道理，1只3公鸡倒是要派用场。葛么今朝想不落住，鸡吃不到住，那就输了。姥姥对搿位英雄一口恨，看得出哇，搿位英雄
非常好吃厚道。那么记住这个，特难讲个朋友，我晓得呢，今朝一日天下来，到现在分吃啥么子，我真临到里向杀只刺鸡不能吃吃。真的？哎，当然了。不要客气，姥姥到里向动作快得不得了，做一只刺鸡，杀鸡去毛，开上铺头，大清爽，到里向拿出来一只自动的锅子，松肉自动的锅子，这么样大，这么样高，自动的受热快，比现在的电饭煲还要快。搿只鸡毛从自动锅子里放水加到满毛从出新笼上一放，砰，茶杯塞进去，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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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一歇歇功夫，就是搿只鸡，三下子已经熟着呀。那这样看嘛，大姨只拨你10分钟辰光，不很慢个，你也晓得。等到鸡筋烧好么，啪啪，姥姥拿块2块抹布对准自动锅子边浪向推一得到应用门前嘛，应用来。鸡筋好着呢，后长一看么，好哟，漂亮！紫颜色的锅子，上头插了这黄一层鸡油，可以讲热气扑汤。虽然热气氛卖出来，但晓得下头是烫得不得了了。杀鸡么，把那鸡油盖没了浪呀，看得个后长馋吐水也下来。妖精快拿起来，随了鸡肚腿浪向打，不正确！这看见外头来个人20多岁年纪，身浪像一般读书人的打扮，一看张面孔么难看得来，2条大过眉毛，一对3个眼睛，阴着鼻，招风耳朵，外加爬牙齿，看上去就不是好人。嘿嘿，叫我吃狮子不吃香，死人活人吃不香。杀气的响起来个声音，像他在挖他个吹水木头，哎呀，咋狗人个？来个啥人？挖胚子，是在他皮夹洞里向赫赫有名的二女子，新皮名字节日皮日。这次皮日们一日打压他皮日好，今朝吃盒子夜饭没啥天，等了村口走走，闻了一股鸡香。哦哟，实讲哎，这还有啥人了让吃鸡呀？哎，这里要去踏皮日好子哇！闻着个鸡香味道，一路过来嘛，头一打一口，看见有个人拿着棍要打吃鸡，这个好不能吃噶，所以妖精还一张不正确。搿姥姥看见皮日来，晓得今朝要出事体了。皮日一大路打进来嘛，嘴里为了让狗了呀，不上路，真叫不上路啊！吃鸡上不喊我一声，累得走不是累得吃，哎，这里来吃鸡噻！那个人没个道理个啥那么道理讲？随便啥事体侪有个先来买单个，先打么先吃，买单么买吃。今朝我先打，应当我先吃。错，啥个叫先打先吃，买打买吃讲？告诉呢，谁说是先打么，还是我先打？你想想看，我身上皮生了皮膏疮，长了皮膏疮，我得了皮膏疮就这子来子20几年子，啊，别来先打，一只鸡嘛，就我先吃。哪不能说得出个？男人不讲道理。那不讲道理讲？这个是我的鸡呀。我的鸡哪不难先吃呢？你要吃么可以叫老板再杀一只鸡不难吃个。谁叫老板杀鸡不这还难吃？你自家讲我先得么？我先吃呀！你自家讲个呀。看上去今朝一定要难先吃。半夜吃瓜。半夜难先吃。一定吃瓜。搿么你真个来讲个？真瓜。有个条件。啥个条件？一口吃下去啊！别人像垃圾个，一口吃脱了呀！吃，一口吃脱了。搿么哪吃法呢？拿只碗过来。哼只鸡肚腿带点鸡汤，吃脱子再来哼只鸡肚腿鸡汤，别人个出路圈就圈来一打，拿2块抹布打，铜鼓浪打落，嘿拎起来搿张纸，嘿吹上去，嘿。后长看到搿搭，搿心里火像火辣辣叫上来。我叫你一口吃下去，是我哈哈那个，那个一口搿样吃法噶，那个上一吃我哪吃法？别人讲哪吃法，那个家伙挖到石钉子。葛么今朝当然不客气，要不点3个苦头拨你吃吃，让你下趟呢也有点数嘛。会长得罪有理，左脚忙针皮日加背浪打上去，搿条雨水
望着谷子地浪向黑。哎呦，还一起上我离婚这样了。大头这个大甲白狼把你旁一家打上去，一个人哈啦一摇，人为风立定，搿只谷子地里边那个砰一得。今朝毕业的毕业好嘛不理，他做了他做，一口子鸡汤对准自家头上喊踩下来，一点也不浪费，从头上滚下去，一直到头颈里放正胸口里。搿口鸡汤烫得不得了，再敢过下去嘛，痛得那个鼻呀，哎呀哇喊不出来。这觉着现在的人。身体已经发了异常理想，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大师，不可能复夜里向看到个么子，夜里向台浪向。张东东，这个要他头上，这确实不是一个年龄啊，是有年不衰。两条铁丝一光眉，一双眼睛花眼手擦啦就。上海一个额头，眼光没指望。各位家头有偏特走。为之后。为在节目首先要打流子，要从100位棒球场但是60位班，总共呢录制金森八先生的长篇评话艺术呢有160位。现任江苏省评弹团团长蒋永春也是一位评话演员，谈起他当年镜头面试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了。我是1977年到江苏省评弹团，这情况是开得起。那么开头去各位呢，当时开江苏省评弹团的，特别是开读书的有好几个了。那么再有呢，是金森巴老师拍板，谁改个三路单旗得奖，谁来好读书。为啥选中我呢？是改个三路身上向没任何的数据平台的痕迹。因为搿情况，1977年我17岁，4年半刚刚当到个第2年。所以平台恢复这样现在这样家喻户晓，对我这样17、18岁呢，平台啥么子我根本不晓得。那么金森帮我也不认得的，所以呢，再是看中了。说这个山路呢，是我讲山地像一块牛肉，这一块牛肉呢拿得来，你山哪行低，所以你就哪行低，所以一张白纸头上画是最容易。我们中国啦，对包公的手势很多很多。说包公这个人，日能多阳，夜能多阴。天上认得玉皇大帝嘛，阴着认得阎罗王，一生多过70年丈夫的恶。当然，这是一种民间的手势。那么今朝我要说的就是5个老太逼杀了皇帝的家婿，叫欧了必报废。随了北宋教育13年。签了送啊，还算是说王之神。真正的像正阳中上，龙凤勾桥，新北三小巷，他改成地生，公路内日们水中沙灯，照耀10月10神像你子生，皇帝领地。神宗皇帝到龙首里向人受的嘛，2只手龙首上向一打。先他给过来，拿个水纸锅放下去，拿那个水捉一捉嘛。那么啥来要拿水捉嘛呢？这是封建的讲究，因为皇帝是条龙，那么皇帝的水随着龙的脚趾，这脚趾落到外地了，难看些，所以叫龙不露趾。说评话难，女先生说评话难上加难。袁新华谁是苏州评话界3有的青年女评话演员，说起金森八先生搭理的周身情谊，让人感觉亲切温暖。金森八先生呢，我喊你汤先生，阿调的，因为你团里向离到屋里向呢比较近，所以经常喊我到你到屋里向去好在。那么经常帮我讲书里向内容啊，啥么子啊，一直打电话喊我去的。比如讲有海个么子，我想那个，今晚你到我屋里向来啊，我说去啊，你来呢，帮我2罐茶叶倒转去。说人家讲啊，那个男士先进来哇，但你真的蛮关心的。那不是讲有啥事体呢？哎哟，我说安排坏脱啊，你帮来看看啊。才是讲我不是特别懂，但我了想那个，人家在这里拍照合影，今天想帮你合影，我就分管得了边了下。第二天讲，行哇。你都在等我合影，你哪不来啊？
过来帮你拍张照片。我讲哦，我讲像真个侬就是讲当自家亲人来讲个，你空啊，单位里向来嘛，天天到我屋里向来，啊，得要帮你后头个书摆下去啊。那么你讲你会有啥个铁剑山了、镇海市了，啥个也摆拨我，包括江南红啊，你讲也还拨了我，对不讲分来得去，因为排水管，真个蛮，我都蛮牵强掉的。那么等到屋里向去了比较多，譬如讲我有一位书是特别感我的笔记里引，一字一句改，因为搿个书本来一回书大概50-60分钟得来，因为辰光规定7场钟20几分钟。那么陶先生因为看里头我是个女的，就特地帮我有种地方是改动的，侧重点，譬如讲从丁三角了上面出来，是用女性角度去看搿个书。比较多的是男小，譬如讲赖太太啊、姐姐啊搿种副老师搿呢，基本上避免脱的。那么这回是刚刚譬如讲背出来，喊我去说拨你听，我不敢说。你哪不敢说？说拨我听，说拨条听。那么你讲我希望我最欢喜说拨种老师听，因为我分神了，我才说拨你都听。我讲哦，那么我少来你说，这还是。那个蛮好，我们调我讲几分呢？几分啊？30分。我讲哈，只有30分。搿边面孔蛮多，欧巴山蹲了一组队，边浪向侪是空白的，搿就还不等下来。什么人所谓漂亮不漂亮，就是这个道理哟，本来没有啥呢。可是这个小只要搿张面孔呢，就生得比较匀称。背浪向大红颜色布的门前摆个头，背一个燕尾菊，那后头是这样一只尾巴这个两粒套下来燕尾菊，身浪向大红颜色的衣裳嘛，紧俏紧干，上体灯雪洞水也大个，手浪向脚浪向就上一双红颜色鹅公帽，羞羞红，哎，这个红蜡做上看一个。有就冒着外头来嘛，就看见娘了。当中受害了嘿，边浪向2个阿哥厉害了嘿，旁边为受害个年纪轻个小猴子，也么随时走着着。这句鼓励，但娘跟前，不，地浪一句，母亲山上，女儿见母亲亲。呀，儿啊，罢了，今日都蒙周家英勇在此嘛，我儿哈哈，他家恩师，现在立起身来，马正外头去，打外头，百姓对娘，面孔对外头，这听见被娘了浪讲，周家英勇亲，哎，都无此理。哎，周家英勇代替来生，家训，都无此理。想想，你客气的啥呢？个比文比武不怕难为人，我女同志不怕难为人，你男同志难怕的啥？哈，要得，小家准备了啊！小的有军不去，pan。宋大小家不必么小家水中弹不去之后，啪，给你带水就不去，后里不去后里，又不收的了，这个叫积水水中。这一站不去头下河的，带走在茫茫，说周家英勇，亲了。周家想想个小姑娘呢，吃风里买一口上河去，这种上河吃啥风的？哈，这个人家了都是大人家，家家不大灵光。我大概都是做客人来的哟，那弄的东西打了这个比武这个，这算啥名堂？给你老太太了老海，
两家狗嘛辣辣海，是是，看人么看人，白内不相像。你牛戏那哈打，我白内那哈打，我白内不相中盒子。你举身来嘛，公君不许送我命。出去嘛出去，脑子里向已经动过泥雷子。我今朝得来三家比武，我迎来三家500个种事体个，我今朝死不来，还不高兴。哎，白内不相像，那牛戏那不像，我奉陪都杀人光。来到哪里？北京市有理想堂过好了海，北京不出牙的，小鸡听我了。哟，现在想想客气的客气了嘿，咁你客气嘛，我还也客气的。哎，我是客，哎，你是客。我是句理当客惜情，小鸡是女理当惜情。哎呦，搿啥闲话出口像啥不大灵光？你是女，就在那会说出搿啥闲话？要让我心里想松然哟，引不上魔力思想呢，引不上男女平等。就在啥去讲干啥闲话么了？我是男家，别当时我男人欺负那女人的干，是讲了海上小鸡细听。你们是刚讲一声，小鸡一听么红，干啦不能丢起来。啥刚看来么？你看不起你女人，没哈子，你看不起你女人么？今朝让你看看了，几首诗词写出。北极水中之后，几尺党的喊他一百句上来，给你水烫一百句上来，现在出水辰光东下南京，我用几人站来，不仁，假使不仁给，我这也不仁，不给我再高。那艺术个展馆浪向，金森巴莱斯个兢兢业业，一直是确认个公认的。像纸面艺术学习个成果，也为伊个表现增光添彩。扬州评话当中有一位女老师，也是了不起的，叫王礼堂。王礼堂是一个黄色堂的孙女。那么那呢是识父兄，那么金森巴莱啥会识父兄？伊到乘风凉茶或者吃饭茶。经常让人讲讲，那个角色是哪收的？我这个角色是哪收的？那一只噱头为啥要这样放？哎，到了我心里想，你手机变化哪能放？所以真正的偶像的积累，各种积累是有足不会得长起来。那搿是我17、8岁上蹲在边浪向，我经常看见。那么我记得蛮清爽，有一趟我跟他金老师呢，伊辣南京呢，到南京有一只叫旧时粮食，旧时粮食跑头去测试，那上台主任来讲。今朝我来放一只扬州的噱头，是正浪搿面点刚刚学得来。你这扬州噱头哪放呢？那形容里向一面，我到现在记得蛮清爽。那用扬州话讲，长马两黑悠悠，眼睛一翻像狼狗。金森巴先生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各种各样的艺术，随里伊个业余爱好唱京剧，看似无疑，其实呢也有相通之处。金森巴业余生活当中最欢喜的样子唱京戏，那唱京戏当中最欢喜的是拳炮。开头我不懂，这当时业余爱好。后来我再一想，对，金森巴拉是那个包公，帮王正是拳炮。因为那能够不过来艺术中上。所以那个艺术特点，还得到是不光是我们苏州平台，全国只要是曲艺家的，或者是搞艺术的，侪晓得金森巴辣辣艺术浪向的身传。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评话艺术大师，不可能复制。夜里向看到个么子，夜里向台浪向。张东东，这个老他都装。搿不不是一个年龄啊。
只有廿8岁。两条铁丝一光眉，一双眼睛花眼手擦了之后，上海伊一个额头，眼光没希望。各位讲到有撇脱走。为子龙，也为在进步的时候，今年大日子也从100位棒球场乃至60位班，总共呢录制金森伯先生的长篇评话语录呢有160万字。金森伯先生名震四代，被了国内曲艺界称为是评话涛队。这个影响力还辐射到海外，除脱了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演出，因为曾经因为在美国20多所高等学府进行随考，甚至出现至数字飞机赶上这个场面，成为评话最出国门、最向世界学术论坛的第一人。80年代，美国有一位专门研究东方曲艺一个女的教授，对东方曲艺那就看来看去看到最写入了一个苏州评论。苏州评论呢，再写入再传那个这一点，最终到金森伯身上。金森伯先生离美行为刚好，历时4个月，形成2万多公里，拿中国优美的设施艺术传播到美国各个地方，使苏州评论在西方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誉。金森伯访美获得之如数掌声，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著名教授华志清先生称为中国曲艺界的 No.1。在2012年第7届中国曲艺漫谈奖的颁奖仪式上，金森伯先生荣获至终身神传奖，利用自家艺术传承至苏州评话的厚重，利用传奇的一生支持至苏州评话史浪向的丰碑。如今，金森伯先生已经离你而去者，利用谦为鲜明特色的评话艺术，广载后人，涌流时代。观众朋友，一共3期金森肉珍评话大师金森伯先生纪念专辑在今朝全部播放结束。从明朝开始起，现为内播出，上片台是2期上映。讲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勇士家族的发家史，欢迎带辰光收看。再会。